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，他告诉我，是杯特制的酒饮。 爱情像杯酒，就像烈酒，烈酒，准备好了吗？4、2、3、4，因为。 1、2、3、4，和爱情酿的酒。给你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有人告诉我，爱情像杯酒，他还告诉我，是杯特制的酒。有人告诉我。 爱情像杯酒，他说喝了吧，别走，别走，准备好吗？一起来了。 别考虑这么多，因为他烫不了你的手，也伤不了你的口。对啦，别考虑这么多，别这样，不好。我最怕那个准备。